想去人間淨土，解鎖最治癒嘅川西風光。呢一趟，我哋帶你沉浸式玩轉色達同稻城亞丁，我哋專屬香港直航往返，全程純玩冇套路，精選舒適2+1座豪華巴士，告別逼格奔波，輕鬆漫遊高原秘境，打卡天空之鏡斯丁措，邂逅理塘雲端古寺，解鎖康南聖地嘅藏地風情，而進亞丁。由樂擁牛場徒步到牛奶海，央邁勇雪山近在眼前，草甸溪流穿過，好似一幅油畫。珍珠海靜靜倒映住鮮奶日，每一步都係與自己嘅對話。藍色星球上最後一片淨土，果然名不虛傳。色達嘅紅房子鋪滿山谷，從山頂俯瞰，似一片沉默嘅紅色海洋。格薩爾皇城訴說史詩，墨石公園如同異域星球。塔公草原上，瓦拉雪山影住金塔，信仰與奇幻喺呢度交織，環轉古鎮，體驗川劇特色，10日舒適漫遊，一次過打卡川西精華，原理高原山海之夢。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